但是讲哦，你为了选总统的人，为了800万，你在那鼓励的，叫看下去，战略错误。林宗明说：“你好。”看破手脚，就是说，没有啦，其实说重来一遍，你知道，就拆掉就算了，人家说弃车保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，我觉得这个，就纯粹选战的战略来看，这个动作是不对的。因为就拆掉就算了。因为民进党现在就是说，朱家觉得农舍合法去拆掉，他们违建去卖掉。而且就是去，这就是哦，有一句话，舍得，要舍才能得，这个纯粹从选战的技术考量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举动是错的，因为你，那讲你要选总统的人，说为了800万这样按写来写去的，那个跳掉的纯耍而已。是啊，蔡总统面对你的台湾一些质疑，他说人民不是选他来当名嘴或斗嘴。对啊，昨天我问那个小英总统，我说关于那个台湾价值嘛，他有回答嘛？但是我看一看，他说什么台湾价值是坚持民主自由，还有什么要台湾的主体跟安全。那我就问嘛，我们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？我们所作所为哪一样不是要保卫台湾的主体跟安全？那所以我就要问你了，那我以前做的哪一样不符合台湾价值？你说看好了。那直接问他，我做的哪一样不符合台湾价值？红米真山西园证照会下一个有可能就是大哥可以减轻赔偿，而且他跟他售买的时候强调他不去一下，你怎么看？我非常鼓励民进党一定要派王世坚跟简书培出来选，那才能够凸显民进党的台湾价值。这样你觉得大哥会被民进党提名吗？大哥会被民进党提名吗？我非常期望啊，这个王世坚跟简书培没有出来选，没有办法凸显民进党的台湾价值。大巨蛋我也知道过不过都是很复杂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知道，公开透明。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要坚持在审查会？你知道吗？一定要全程直播，因为全程直播留下记录。还有一点呢，其实这样的，我后来发现只要越公开透明，越没有问题。因为你要密室协商说大家在后面瞧才有问题。你公开透明不大家来讲你大家来看，是不是？所以老实讲慢慢的让公开透明这个方式。尽量的所以我们目前这种有争议的议案，你知道在审查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来解决，也减少外面的疑虑。国防是这样的，美国会要我们买什么，这个还是没办法。不过这样的，我那一次去那个世贸馆，我看那个国防工业，其实如果问我的话啦，网军跟无人机，你知道，不管是无人机、无人潜舰，你知道，无人载具，这是我们比较符合台湾，因为台湾的 ICT， 你知道，自动线我们在世界上还是强国的所以在发展国防过程当中，要善用自己的优势。还有一点是说，如果我们全部跟美国买，他就钱付给他，我们本身的产业，我们台湾自己的产业没有发展。可是如果拿1000亿出来，你知道，比方说我要投资无人载具，你想想看因为我们台湾自动性这么强，丢1000亿，政府1000亿的采购案下去，我们整个无人机的或无人潜舰这种发展，它本身就可以足够壮大我们自己的产业。